各位歡迎收睇夜間新聞，我係陳婉容。先睇下今晚嘅新聞重點。一架由西班牙飛去德國致歉。各位，法國南部發生嚴重空難，一架載有150人由西班牙飛去德國嘅廉航客機喺亞爾卑斯山區墜毀。法國總統奧朗德相信機上冇人生還。黃文俊報導。亞洲電視記者黃文俊報導。就法國空難事件，入境處話至今未收到港人求助，已經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中國駐西班牙大使館、駐德國法蘭克福同駐法國馬賽總領事館以及航空公司了解情況。轉睇下，廣州下晝有兇徒揸刀斬人，斬傷最少4個人，兇徒之後跳樓身亡。由網上圖片睇到，檢討。港鐵會喺今個禮拜6開始增加非繁忙時段嘅列車班次，包括港島、將軍澳同馬鞍山線。輕鐵路線亦會加密班次，以增加載客量。黃迪偉報導。申訴專員公署發現，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嘅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拖欠還款金額每年多達2億。黃迪偉報導。繼續新聞時間，有調查估算香港舊年有大約70萬人擁有百萬資產，擁有過千萬嘅人就有5萬個。江川講下。船報道，行政長官梁振英話唔排除競逐連任。對於政改電視辯論嘅建議，佢認為作用唔大，拒絕參與。范立行報導。記者范立行報導。上環一間酒家嘅魚缸有8條深水魚因為冇人照顧，其中1條死亡，警方列作虐待動物案跟進。警員同愛護。美國總統奧巴馬嘅外甥女收到電話恐嚇，聲稱槍手會闖入馬里蘭州大學，喺佢參與嘅籃球賽度發動襲擊。黃文俊報導。黃文俊報導。曾志亮，美股表現點啊？美股早段係表現反覆㗎。美國最新公布嘅消費數據表現好過市場預期，反映通脹有上升壓力，引發投資者憂慮聯儲局最快喺6月加息嘅可能性，刺激美元匯價轉強。至於美股陳婉容啊，聽日天氣點呢？聽日都幾有天㗎，天文台就預測聽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溫介乎18至21度。呢次新聞報道完，晚安。